丁香，把水倒掉。哎，是。哎，顺便把袜子也洗一洗啊。是。再倒2杯热茶，一杯给我，一杯给长孙殿下。是，谢谢啊。哎，我从小啊就听奶妈跟我讲大懒知小懒的故事，今天我总算亲眼看到了。嘿，怎么样？我收留的小丫头不错吧？让你当了这么多天的小太监，真是委屈你了。好说好说，好在我伺候的是长孙殿下，说出去也不算丢人呐。现在总算好了，你是我名正言顺的妃子了，以后啊，只有人伺候你，你也不会再伺候别人了。什么名正言顺啊？我们还没有正式结婚嘛。结婚？什么叫结婚啊？就是成亲嘛。成亲总是要有个正式的仪式啊。我们现在像什么？顶多像是在谈恋爱嘛。谈恋爱？嘿，这个词儿挺新鲜的，也是你们那儿的话吗？对啊，你想想啊，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怎么会恋上、爱上呢？当然是通过了解啊。怎么才能了解呢？当然需要说话嘛。仙仙，怪不得你在我面前总是没完没了的说。仙仙，哎，你真的要改我的名字啊？我喜欢这么叫你吗？你知道吗？你不仅是我的开心果，而且啊，还是我的解语花，还是我的智囊，还是我的幸运星。自从有了你，我每一天过得都很开心。我有你说的那么好吗？你没有我说的那么好，要比我说的好10倍，好100倍。那你是不是应该要送给我礼物啦？你说你想要什么？只要我有的，我都会送给你的。我想要你最心爱的那个，那就是你呀！天哪，这情种再继续放电，我走了以后，他非得把自己电死不可。喂，你是不是舍不得自己的心爱之物，你就拿这些甜言蜜语来搪塞我？不是的，你说你想要什么吧？我想让你把这个枕头送给我，明天我还要去燕王府，要是没有这个枕头，我恐怕睡不着觉。什么？你还要住在那儿啊？那当然了。那可不行，除非我陪你一起去。哎呀，不要啦！人家姐妹好不容易相见，说的都是私房话，你跟着算什么？那你要住几天啊？住个3、5天总算可以吧？只要阿 Sir 肯配合，其实只要一眨眼的功夫就够了。3、5天呢？那可不行。那你说嘛？最多1天，后天一早我去接你。好吧，好吧。那我让丁香陪你。哎，不要，让丁香陪你嘛。长孙殿下。哎呀，都这么晚了，他怎么还不睡啊？这么晚了，皇亲家有什么事吗？萧姑娘在这里留宿吗？萧姑娘她本来就住在这儿啊。长孙殿下，从前在这里住的是小丸子，现在这位可是萧姑娘。那依皇亲家的意思，萧姑娘应该住在哪儿？这个当然是由长孙殿下决定了。那我决定了，她就住在这儿吧。是。伺候萧姑娘。是。好舒服哦。萧姑娘，请用茶。萧姑娘，谢谢啊。身份不一样，果然待遇也不一样了。戴安娜王妃大概也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沐浴。谢谢啊。萧姑娘，
萧姑娘真的很喜欢长孙殿下吗？谁说我喜欢长孙殿下？是他喜欢我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为什么？其实是因为萧姑娘是丁香的恩人嘛，所以你就希望我幸福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是。只要不是你喜欢周韵文，那我也就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。其实我也很喜欢长孙殿下。你不知道，男女之间呢，只有互相喜欢，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幸福的感觉。长孙殿下是个好人，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的。只是等到你发现韵文的好处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你们了。请萧姑娘更衣。哇，这条浴巾未免也太长了吧！帮我披上就好了。你们怎么把我缠上了？你们以为这是在包粽子啊？我的衣服呢？回萧姑娘的话，照着宫里的规矩，侍寝之前，这就是姑娘的衣服。侍寝？仙仙，还香香呢？你看我现在像不像一个香喷喷的肉粽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们会把你弄成这个样子。早就听说过宫里有这一招了，没想到今天真让我遇上了，真野蛮。好好的美女，却被你们像死猪一样扛来扛去的。你不像死猪啊，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很美，就像一条红色的鱼，长着一张美人的脸。那不就是美人鱼吗？美人鱼？真的有这种鱼吗？有啊。那你见过这种鱼吗？没有啊，但是我听过美人鱼的故事，你想听吗？想，你讲什么我都想听。就当是给他打个预防针吧。你听过海龙王吗？海龙王的女儿都长着人的身体，鱼的尾巴。所以就叫美人鱼，对吗？对啊，我要讲的故事就是海龙王最美的小女儿小美人鱼。小美人鱼有一天救起了沉船落海的小王子，把他送到了岸边。远远的，他就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姑娘，把他给带走了。为了见到日思夜想的小王子，小美人鱼就用她甜美的声音向海里的巫婆换来一双人类的脚和腿。可是她在陆地上每走一步都会像针扎一样痛。小美人鱼说：“我愿意。”可是巫婆告诉她，如果王子不爱你，你就会在他成亲的那一天变成海上的泡沫，永远消失。小美人鱼说：“为了王子，我什么都愿意。”小美人鱼望着小王子，忍着刀割般的疼痛，为王子翩翩起舞，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而王子只认为小美人鱼是个可怜的哑巴孤儿。那个小王子怎么会看不出来小美人鱼是爱他的呢？要是我的话，光凭眼神就能看出来。小美人鱼碰上的要是你就好了。你就是我的小美人鱼。小王子以为自己的新娘
才是那天在海边救了他的姑娘，却不知道，真正在惊涛骇浪中救了自己的是小美人鱼。真是个笨蛋。在王子成亲的那天晚上，小美人鱼的姐姐们用她们美丽的头发，从巫婆的手里换来了一把剪刀。她们就告诉小美人鱼，只要用这把剪刀刺进王子的胸膛，让王子的鲜血流到自己的腿上、脚上，他就会再次变成美人鱼，再次回到大海。不然的话，等到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他就会变成海上的泡沫，永远永远消失了。但小美人鱼肯定不会这么做的。你怎么会知道的？因为她太爱那个小王子了。你猜对了。小美人鱼流着眼泪，将那把剪刀丢进了大海。她最后望了王子一眼。王子正搂着自己的新娘，甜甜地睡着。于是，小美人鱼就向王子飞了最后一个吻，然后纵身跳进了大海，化成了海里的泡沫，永远永远的消失了。讲了半天，怎么我像那个迟钝的王子，朱允文反倒像那痴情不改的小美人鱼？这可不是我要讲这个故事的本意哦。欣欣，我不要再叫你小美人鱼了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化成泡沫的话，我真的会用剪刀刺穿我自己的胸膛的。我小丸子偷什么不好，偏偏偷了这个小王子的一颗心，一颗玻璃心，一颗水晶心。唉，将来等我想念他的时候，也许我会内疚的。哎，对了，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。小美人鱼虽然化成了泡沫，但是她却获得了一般美人鱼永远也得不到的一个不灭的灵魂。从那以后，她一直都在天堂里快乐地生活着，也祝福着王子和他的新娘。欣欣，你怎么哭了？都是这个故事，实在是太凄美了，每一次讲，我都会流眼泪的。你知道吗？你是天底下最可爱的男孩，也是天底下最好的小王子。欣欣，你真的这样想吗？你不会觉得我傻，觉得我幼稚？欣欣，欣欣，你快睡吧，我已经把床给你铺好了。可是，你不是要我侍寝吗？我是想，等到我们成亲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欣欣，我心里越是喜欢你，就越怕轻薄了你。快睡吧。小美人鱼还是失去了她的小王子。可是，有没有人呢？快把我这身粽子衣服给拆掉啊！快点啊！哎呀，柳嫔娘娘，你醒了。
哎，王爷呢？王爷去门口接萧姑娘了。我师妹来了吗？说一会儿要来看柳妃娘娘。啊，太好了，我也正想她呢。小平，你帮我梳洗打扮一下。好。啊，走。柳妃娘娘的精神果然好多了。萧姑娘好像有什么心事。怎么会呢？我会有什么心事啊？本王有几句话，想提前对你说。什么话？本王不知道柳妃的过去，也不想知道，同样，也包括萧姑娘你的。不过现在，柳妃已经完全接受了眼前的一切，所以，本王不希望有人打扰她这份安宁。可惜这下子谁也平静不了了。唉，真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呀。本王看得出，萧姑娘与柳妃姐妹情深，对吗？那当然了，我们两个谁也少不了谁。既然如此，我想萧姑娘也一定希望自己的师姐生活得好一点。所以，本王要提醒你的就是，不要向她提起太多从前的事。唉，这也是个情种。王爷，王爷，什么？啊，还好，幸好发现的及时，不然的话，李郎中去了吗？王爷最好还是亲自去一趟吧。萧姑娘，本王有件急事，就不陪萧姑娘去柳妃那里了。王爷请便。刚才本王对你说的那些话，放心，我什么也不会对阿四。柳妃娘娘说的。怎么回事啊？王爷好。怎么样？哦，王爷，幸好发现的及时，再晚一会儿，淑妃娘娘就危险了。小北，昨天萧姑娘给柳妃娘娘喝的是不是盐糖水？是，先喝一杯浓浓的盐水，再喝一杯浓浓的糖水。照昨天那样子，再来一份。是。小平，这些天来全靠你照顾我的师姐，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啊。不行，这个我可不能收的。哎呀，拿着。那我就谢过萧姑娘。不用客气了。我师姐这里有我陪着，你可以歇一会儿了。那好，我去给萧姑娘沏茶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拜拜，谢谢啊。师妹，你想的可真周到。那当然了。不过现在啊，你最好还是到床上躺着。没关系，我已经好多了。不行，那应该养一养神嘛。我可以陪你一起躺着说话。好吧。哎，快躺下吧。再不下决心，我可真的就走不了了。躺下。好啊。哎，这个玉枕，我怎么觉得这么眼熟啊？那当然了，你以前一直跟我在一起，而我又一直用着这个枕头嘛。哦。你不乱来，我自然就不会乱来了。除非你先放我走。求求你了，阿瑟、阿姐、阿姨。我是香港重案组的张警官，你现在可以不说话，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。
等我们一觉醒来的时候啊，我们就……哎呀，好疼！你干什么呀你你现在有权保持沉默，但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。神经病啊！你在说什么鬼话啊？我说的不是鬼话，但一定是你最不愿意听到的话。不会吧？你以为你现在是谁啊？香港警署重案组警官张楚楚。什么？你不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突然又想起来了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去警署结案呢。警署？笑什么？你以为我们现在在哪里啊？警署？不管是在哪儿，就算是天涯海角，你都是我追捕的犯罪嫌疑人。可惜呀，现在已经过了追溯期了。怎么可能呢？哼，就算是我失去过记忆，但也绝不会超过20年。岂止是20年，是600年啊！哼，别再耍花样了。我再提醒你一遍，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将作为呈堂供词。好了，你就别再说什么呈堂供词之类的傻话了。我们现在啊，是在600多年前的大明朝哎。大明朝？而且啊，你也不是什么香港女警察，你是朱元璋的4儿子燕王朱棣的柳妃娘娘。朱棣？朱元璋的儿子？长孙殿下，请用茶。长孙殿下，对不起，长孙殿下，对不起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只不过丁香不小心打翻了茶杯。你是怎么伺候主子的？啊，皇亲家不要责备丁香了，其实是永文没有接好。丁香，你不用害怕，皇大人只是说话声音高，他对人一点恶意都没有。啊，没事了，退下吧。是。没用的奴才，怎么总是毛手毛脚的？皇亲家，你就不要再责备丁香了。长孙殿下，子成一直以为应该有专人来伺候殿下起居。哎呀，我都说过了，不用了。哎，你找我什么事吗？长孙殿下，子成突然想到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再过几天就该是皇上的生日了。啊，对呀。哎呀，这一阵子忙的，连皇爷爷的生日都给忘记了。太子爷驾崩之后，皇上一直郁郁寡欢，趁着这次过生日，长孙殿下应该想个法子，让皇上好好的高兴高兴才是。啊，皇亲家说的很有道理。可是什么样的事情才能让皇爷爷感到特别高兴呢？我不相信，我绝不相信。你有什么不相信的？都做了这么多天的娘娘了。什么？娘娘？是啊，你现在是燕王朱棣的柳妃娘娘。怎么会是这样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天哪！哎呀，又是一个为情所困的女人。哎，你是不是想留下来继续做你的娘娘？不，
那就得照我说的做喽。好，你说吧。小平啊，茶沏好了，请娘娘、萧姑娘喝茶。谢谢啊，小平。不客气，我就在门口。你们两个接着聊。好，你赶快去忙吧。王爷，王爷不在妾身身边的时候，妾身日日夜夜想的是王爷，盼的是王爷，好不容易盼着王爷回来，王爷身边又多了一个如花似玉的柳妃娘娘。妾身只是个女人，哪个女人不想被丈夫宠爱，陪在身边？既然王爷不再需要妾身了，妾身也是生不如死。王爷，你就给妾身一个痛快吧。好了，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了。但是这种事情再也不能发生了，啊？来。好了，现在不会再有人来打搅我们了。你到底有没有想好啊？这种事情一定要心诚才灵的。开始吧。来，先念咒语。什么咒语啊？就是再说一遍我们当时说过的话嘛。你先说。我说什么？你说。我们俩可先说好啊，等回去以后啊，你可不能再抓我了。哼，我不答应。不答应？那我还回去干嘛呀？那我还不如留在这里做朱允的妃子呢。哼，随便你。好，你狠，你厉害，你毒，你去哪里啊？就算我现在拿你没办法，但作为警察，我从来不和小偷废话。哎呀，现在时光已经倒流到600年前了，你就不能放下你的警察身份啊？我们现在可是流落异乡的难姐难妹。是警察和小偷，是燕王妃跟……我不是燕王妃。明明都已经是了嘛，还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呢？我都已经看出来了，那燕王朱棣啊，对你好痴情。闭嘴！怎么了？难道你是被燕王强迫的吗？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我什么都不说，还不行啊？你最好不要再乱说。哼，难怪我师父一直教导我说，警察都是铁石心肠啊！我不说，还不行。我再问你一句，走还是不走？走了！我不保证回去以后不抓你。回去再说总可以了吧？你说，你不要乱来啊！你不乱来，我再就不会乱来了。你把东西放下。主任，你先放我走。求求你了，阿瑟、阿姐、阿姨，少废话。
我们怎么还在这里啊？难道真的是让我留在这里？啊，走吧，走吧。好了，小美人鱼不能变成泡沫消失了，那就好好做个美人吧。从此啊，不要再想着么回不回大海的事情了。到底该给黄爷爷送什么礼物才好呢？我回来了，仙仙，仙仙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想你啊！你总是能让我大喜过望。那个矮冬瓜来干什么？啊，他在帮我想办法。长孙殿下若能想出一样礼物，能令皇上大喜过望就好了。什么礼物啊？我们正在商量给黄爷爷过生日的事情。皇亲家想帮我想出一件礼物，能让黄爷爷龙心大悦。那还不简单呐！金钱美女，哪个男人不喜欢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黄爷爷的脾气你是不知道。有些事情，就算他心里很喜欢，嘴上也不会承认的。哎呀，长孙殿下！哎呀，我只是随口说说，不算数的。再说，哪有做孙子的送女人给自己爷爷的？那不就等于给自己找后奶奶吗？这小姑娘，怎么了？爷爷的女人不就是奶奶辈儿的吗？这么粗俗的话，你也讲得出来啊？哎，爷爷奶奶这种话也算粗俗吗？你，皇亲家，哎呀，没事。长孙殿下，燕王殿下来了。啊，四叔来了，快有请。是。四叔，允文，燕王殿下。萧姑娘，本王有话要问萧姑娘。燕王殿下有什么话要问本姑娘？萧姑娘，本王的柳妃去哪里了？柳妃，不是回她自己房间了吗？怎么不见了？她已经留书出走了。啊，留书出走？不会吧？你别老盯着我呀，我又不是我师姐。对了，我师姐留的什么书啊？给我看看。萧姑娘，
当真不知道柳妃的去处？哎呀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又不是男的，难道我还会拐跑了她？萧姑娘没来之前，本王的爱妃好好的，可刚跟萧姑娘见了2面。不对吧？哼，没见到我之前，她可不能算是好好的。要说是我救了她的命，那还差不多。哼。好，既然萧姑娘不肯说，本王也拿你没办法。云文，四叔告辞了。四叔，什么叫我不肯说啊？我不知道我说什么呀。这个人真不讲理。哼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理他了。接着说啊，给人过生日这种事情呢，我可是最拿手、最会出点子了。啊？爷，我们到哪儿去找？也许柳妃并没有离开应天府。哎，如梅，如梅。哦，对不起啊。爷，您别着急，也许柳妃娘娘只是一时生气，说不定过几天就会自己回来的。哎，就算她会回来，本王也担心她这几天怎么过，身上没有钱，又带着伤。哎，你放心，离开你，我一样也会活得很好。高大人，大人，有人接了那个抢劫杀人案的帖子。啊，人在哪儿？就是他。请问这位壮士尊姓大名啊？免贵姓张，名五柳。哦，张五柳。不是五柳，是五柳。哦。这位壮士，你真的能够破得了这个抢劫杀人的案子吗？对。不过，我要求你先付定金。这个不成问题。可是，万一最后你破不了这个案子呢？随你怎么处罚。好，那本官就为你破这个例。我老人家不爱过生日，岁数越大越不爱过。过生日就像花钱，谁也不知道自己从娘胎里带来的只会出不会进的钱究竟有多少。唉。哎，老伙计，你知道吗？年长1岁，就等于是花出去一个，花一个就少一个。今年的花了，明年还不知道有没有的花呀。老伙计，你的命也和我一样，你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有多长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老人家的手这么一哆嗦，老伙计，你就算活到头了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监理寺和光禄寺的人来求见皇上。什么事啊？再过几日就是皇上的寿辰了，他们是来请旨的。
爷，这寿礼啊都备齐了，说来听听。有100年的灵芝，100年的人参，100年的老鳖，100年桃树结出来的寿桃。哎，什么100年100岁的？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？祝寿嘛，当然要说长命100岁了。我呸！什么长命100岁？你以为是给谁做寿啊？是皇上，皇上是要说万岁的啊！什么100年这个100年那个的，就算你弄出10个100年，加起来也不过刚刚1000，这哪是祝寿啊？这明摆着是折万岁爷的寿啊！哎，你是诚心替本王找倒霉是不是啊？奴才该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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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奴才该死！算了，回去接着想。哎，记住，这回送给皇上的礼物，既不能太值钱，又不能不值钱，最好要有些特殊的含义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本王要是知道还问你。是，这回你想出来的礼物，要是能盖过老四和允文，本王一定重重赏你。恭祝你福寿与天齐，祝贺你生辰快乐，年年都有今日，岁岁都有今朝。庆贺你生辰快乐，年年都有今日，岁岁都有今朝。恭祝你，恭祝你，年年都有今日，岁岁都有今朝。恭祝你，恭祝你。啊，好了，大家休息一会儿。怎么样？哎呀，好了啦！好，既好听又好看，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看的歌舞。好说。哎，